贤福祸少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我们叫做贤内助啊。这个事情可能你们还不懂哦，你不要以为先生怎么样，你要随顺他也不对的哦。你要有智慧去处理这个闺房里面的事情哦。闺房之礼啊，周公之礼啊，是很深的道理啊，不是随便的。所以夫妻里面还有很多境界，各位有没有听过？我刚才讲过鬼神祭淫哦，你没有看过农民历？这是什么神明的诞生？这是什么菩萨的诞生？一大堆哦。你只要看寿康宝鉴就知道了，一个月就5、6天没有冲突。你看20几天都有问题，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我看从来没有想过，没有想过就会出状况。来的孩子不见得好，跟你讨债报酬的多。怀了之孕的时候，各方面的因缘都会产生业障现前，会产生生事业或者是这个命运的挫折，都有功名的折损、福报的减损、财产的损失，跟这个都有关系哦。还是遭到水灾、火灾都有问题哦。你看《寿康宝鉴》上写的很清楚，我们因此而编了一本叫《如何面对两性关系》这种小册子，就是把这个感应篇和《寿康宝鉴》汇整，跟这个小册子大家看得比较清楚、明白、简单、扼要，拿回去参考。书上带的不多哦，给你们参考一下。真的是这样子哦，有的很严重哦，甚至是夺气，轻的就是生病，要不然减帅，减少寿命，跟这个夫妻之间不懂得这个道理的有关系哦。还有生子不备，多有凶灾，你生下的孩子，说实在的，五官不全啊，所谓残障啊，